后来继续来看高雄有家长来指控到幼稚园的园长，讲伊家己2岁大的后生就读这间的幼稚园，讲这个园长涉嫌拍囡仔，佮甲纸卷卷咧来拍囡仔的头，拍到这个下头是反红反肿。社会局佮教育局已经咧调查。咱的记者专工到这间投诉幼稚园来了解状况。这个园长是发冤枉，讲甲哭，讲伊当时敢若小可拍囡仔的手骨。就抓绝对无拍囡仔的头。幼稚园的园长大声哭，讲家己真委屈，因为伊去家长指控动手拍囡仔的面，佮用纸扇囡仔的头。不过园长讲，伊敢若拍伊的手骨尔。我只是拍打，我就是这样。所以你当天没有打他额头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无承认家长指控行为，佮公开因的对话，伊感觉很恐吓。他就是要6万6，他一直要跟我拿钱，他一直恐吓我，说要去媒体爆料，所以让我经营不下去。高雄前镇区一间幼稚园叫家长伫咧面前铺文，讲10月27日天，园长管教无好，互2岁外后生头壳遐红个肿，佮放一张头壳测伤的验伤单。教育局和社会局知影了后，遂开始做调查。我们也已经发文要求园方限期改善。那后续的部分也会加强稽查。园长的部分，他的说辞不一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大概还要因为没有监视器画面，所以这部分我们还在收集相关其他证人的一些说法。敢有无好好管教，违反离校法？2个局处即马开始伫咧调查，希望当查出真相，让这件代志有一个收线。